係11月21號，世界 Hello 日。今日係一個用溝通去改變世界嘅日子。呢個日子喺1973年成立，源自當時中東緊張局勢。嗰陣有兩位兄弟就覺得，如果人與人之間多啲對話，少啲對抗，世界可能會和平一啲。於是佢哋推動咗一件超簡單、超容易做到嘅事，就係同至少10個人講一句 Hello。聽落好似好普通，但係 Hello 可以係一個破冰、一個開場白、一個連結，甚至係一種尊重同理解嘅開始。世界唔會因為一個人一日變好，但係如果大家都肯主動講一句 Hello， 氣氛、關係、世界都可能會慢慢變得唔同。今日係 World Hello Day，試下揾10個人同佢講一句 Hello 啦。